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圣诞节的这个礼拜，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边，一起敬拜。那我们一起来看PPT 上的这段经文，邀请大家一起来念。预备开始。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主耶稣降生的平安真的在我们的心中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一个圣诞礼拜的日子，愿你帮助我们，不只是聚焦在节期本身的欢乐，或是各样的礼物或活动。主耶稣，恳求你帮助我们聚焦在你临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件事情的身上。哇，因为当你临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生命中有那么多的破碎，有那么多需要你的地方。但是主，当我们可以依靠你的时候，主啊，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自由还有释放，因为我们不被旧的价值观来捆绑，我们可以依靠你，能够过一个有上帝国子民的生命。主啊，这是何等的福分！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更深的亲近你。谢谢主，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先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认识主耶稣，能够依靠他来祷告，也为了今日礼拜我们能够亲近主耶稣，来领受他的慈爱，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啊，那至高的神已经与我们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愿你把这样的福分放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侍奉他人的心，一次一次的放在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你的门徒身上。主耶稣，孩子也恳求你来看顾我们身边周遭，或是我们自己生命中有任何的病痛、财务、工作或是人际关系上的困难的。主耶稣，你给我们智慧去面对，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好叫我们能够说出你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故事。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为教会还有社区代祷，为牧者、长执各位单位同工，近期在圣诞节比较多的事物中，仍然得享平安以及各样的安息，也为神国度的全能能够彰显，福音在我们当中流传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神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归拜，礼拜请欢喜。
欢喜，呼喊你生命。天使跪拜，你百姓欢喜，呼喊你生命。天地的救主，我们呼喊你生命，不住的赞美，充满诸天到地极。耶稣，耶稣，我真爱呼喊你生命。天地的救主，我们呼喊你生命，不住的赞美，充满诸天到地极。耶稣，耶稣，我真爱呼喊你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我们赞美赞美，没有人能像你，我高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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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命。天地的救主，我们呼喊你生命，不住的赞美，充满诸天到地极。耶稣，耶稣，我真爱呼喊你生命。天地的救主，我们呼喊你生命，不住的赞美，充满诸天到地极。耶稣，耶稣，我真爱呼喊你生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恳求主耶稣的名字，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为王。我们开口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们恳求主挪去那在我们生命中其他做王掌权的，不论是我们心中各样的负担，或是我们各样被欲望捆绑的东西。我们恳求主耶稣基督今天有他的能力来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翻转我们，好叫我们有力量重新依靠他，而不再是依靠我们自己或其他不一样的偶像。我们开口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在这个节期中，我们要再次说，我们的生命是归于你，主要帮助我们专注在你面前，因为你是唯一承诺与我们同行的神。亲爱的阿爸父，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翻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父啊父啊，因为你跟如同光照入黑暗一样，亲爱的父，就你的怜悯就像光照入黑暗一样。父啊，帮助我们真实的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儿女，而不是这个世界上这样偶像的奴隶。亲爱的父，求你释放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知道你的爱真的是带给我们极大的自由，是我们过去不曾想过的，不曾听见的。谢谢主。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却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
降下来，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将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这样的生命的信息、生命的活力，要给所有信主耶稣的人都要得到。主啊，今天我们要一起迎接主耶稣的降生，一起用诗歌敬拜，我们用主你的话语再一次来确认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边领受这样的恩典、力量、信心。感谢主，因为你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不只是陪伴，而是给我们新的生命跟盼望。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进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口罩哈，也许你可以暂时把它换下来哈。等一下我们想要做一个拍照来做纪念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圣歌队，他们要唱3首赞美诗歌，以这个主若晨星这个赞美诗为这个主题，要一起带领我们一起分享神的爱。赞美主耶稣的降生，我们一边可以聆听这些美丽的诗歌，我们也看歌词，来了解主耶稣降生在我们生命产生的意义跟祝福。我们这时来欢迎圣歌队，谢谢。伫起头，上帝有讲，伊一开嘴，地就形成。伊的神运行伫水面，也深渊的顶面是黑暗。上帝搁开嘴，就有灿烂光明。伊做强枪，也做星神。伫迄日，就是伫起头的时，道就甲上帝三甲伫地。道就是上帝，伊是万物活物，真光，万项物拢是对道来创造。伫迄日，伫正光明的白甲启明星的面前，强强播扬上帝的荣光，正天使快乐出大声，正星神也开始唱歌。
伫伯利恒半暝天边，启明星出现啦。美丽亲像月娘，光明亲像星座。伊亲像早起时的光，亲像天光出现伫万里无云的早起，亲像大雨以后灿烂的光明。总是当玛利亚抱着正光明的源头，伊的面充满母爱的光辉。天顶忽然充满上帝的阳光，暗暝充满了属天的音乐。就安尼，即个婴仔弥赛亚，即位救主，当要拯救咱，亲像早时对伯利恒拯救伊的变士一样，伊将伊的公义赏赐予咱。
但咱着怎样去回应这款奇妙，却是咱袂堪得的礼物啊！咱袂当恬恬无出声，因为咱若恬恬无出声，连石头就拢要为着咱来出大声而落啦。所以，咱着甲伟大的诗篇作者三甲来大声讲：我的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今仔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会做，伊好你拢总会变。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冕旒，用好米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咱圣诞的恬静到这为止啦，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着出大声；世界甲点伫迄中间的，也着出大声。愿大水拍手，愿这个山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出大声。
谢郑哥对的赞美。好，这时候我们来看2段圣经。第一段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第6节到第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以往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现在有光照耀他们。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还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10000军之耶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上帝差他的独生来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法显示他爱我们，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才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讲到我们请夏牧师救主基督为爱降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是不是左右我们彼此祝福一下，说圣诞恭喜，耶稣爱你。我们彼此祝福一下好吗？好，感谢主，耶稣爱你。我们谢谢我们的圣歌队，他们刚刚带我们唱那么美丽、美妙、温馨又热情的诗歌。借着这些诗歌，我们稍微已经掌握到主耶稣降生那个美好。那今天呢，我们第2堂礼拜好像人数比较少，因为有一部分的青年呢，他到地下室去，也带领了这个主日学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圣诞节的闯关活动哈。他可能从第1堂延续到第2堂，那没关系，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们都一起献上感恩，因为主让我们从生命当中体验到耶稣降生带领给我们的生命跟能力。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美好的恩典，赐给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我们对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也从主得到生命的力量。再一次确认，我们这个圣诞节不只是一个节期、一个热闹、一个节庆，而是主的救恩临到每一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感谢你让我们这样有这个福气来领受，也在教堂、在礼拜堂当中一起来敬拜主、赞美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信心、盼望，让我们在生活中实际活出耶稣基督救恩的能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叫做救主基督为爱降生。那分2个阶段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第1段经文是主耶稣降生前最经典的一份耶稣他降生前的一个预言。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会形成耶稣降生的一个连结呢？那就是一个奇妙的典故跟故事那我们看到以赛亚在宣告一个好像将要发生的事，或是以后要发生的事。他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表示大家那个时候是生活在黑暗中，是没有盼望的，是感到前途没有光明的。但是他说，在黑暗中看见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现在有光照耀他们。也许我们现在在一个成平的生活的日子，你没有去感受到，但是我们的前辈，他们曾经经历一个2次大战，曾经经历到国共内战，他们会体会到那种黑暗中要看见光明，或是在死荫之地看见有光照耀那样的盼望。但是以赛亚先知为什么会讲这一些话？一定有他很特别的原因跟理由。因为后半段6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宣告，他说：“那个黑暗看见光明，那个死荫之地有光照耀，到底在讲什么呢？”他第6节直接很直白的来预言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被称为什么？有4个很奇妙的称呼：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以赛亚这个先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好像突然间兴致而来好像诗兴大发就写这些诗句呀，是因为他从神得到一个很奇妙的启示他表示这样的婴儿要做王，而且这个王的王位是怎么样？他说：王权继续增长，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他把这个王权看得比任何世代所产生的一个政权还长久，而还稳固，而且和平又公义。而且最后加了一句话说：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换句话说，他整个的规划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点，就蓝图都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如果研究圣经的历史，以赛亚讲这一段话，已经是在主耶稣降生前的740年那么久。那为什么以赛亚会讲这些话呢？原来他有一个典故。如果我们有空可以翻阅以赛亚书第7章他把那个讲得非常详细。他说，在乌西雅的孙子约坦的儿子叫做亚哈斯，在做犹大王的时候，爆发了战争。那时候这个战争怎么发生呢？因为叙利亚他们北边的一个王叫做利逊，跟以色列这个王国的国王叫比加，他们联合起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一直在守着这个城好像就攻不破。那我们了解圣经的历史，你会知道说，好像就是兄弟之邦嘛以色列跟犹大这2个国是以前是同一个国大卫传下来的，然后后来兄弟分裂了嘛。照理讲，兄弟彼此不和那就已经很不得了了。竟然北边的这个以色列国竟然去联合了以叙利亚要来攻打南国，那就发现说，哇，这个兄弟的仇恨怎么那么大好，那这个故事在讲说怎么样呢？叙利亚的军队开进以色列境内的消息传到犹大王就是亚哈斯的耳朵了，所以王跟人民都非常的惊慌。他们说，圣经这样说，他们的心正像树枝在狂风中摇摆一样。哇，树枝在狂风中摇，我们台湾人最习惯知道那个台风一来树枝怎么样去支撑那个风啊？所以这个故事从这边开始了。上帝呢，就差遣这位先知以赛亚，跟他说：你带你的儿子去见亚哈斯王，在他上池那个水沟的尽头，这讲得很仔细去提醒他，要他镇定，不要害怕，因为这个王已经像狂风下的枝子树叶已经掉光了非常的战栗恐怖。
他为什么叫他不惊慌呢？他说：利逊王和他的叙利亚军队及比加王的怒气，不过像是2根烧焦的木头所冒出来的烟。哇，这句话从以赛亚讲得很直白，对不对？换句话说，不要怕，这2个国的军队已经像快烧完的木材，火已经没了，没什么伤害了，因为像冒烟一样，你只要把它浇个水就熄掉了啦。但是从这个亚哈斯这个王，他的耳朵听来是非常的恐怖的，他觉得怎么有想先知你讲的那么简单呢？根本不信他，不听他的话，好像问题来了。先知代表上帝讲话，他听不下去，然后他就暗中又去另外跟别的国家结盟，亚述帝国，等于是引狼入室，准备要对抗他们的兄弟之邦以色列还有叙利亚。那这个故事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有城破灭亡的恐惧之下，然后以赛亚就苦劝他说：你应该向上帝求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有可能是从阴间，也有可能是从天上来的。换句话说，亚哈斯，你不要那么快的下结论，你不要那么快的就投降了，或是说去跟外国结盟了，赶快你跟上帝求。不过这个时候大概亚哈斯的心已经硬了，他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不，我不要请求记号，我不能试探上主。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很客气，很属灵不敢冒犯上帝，不敢随便跟上帝求。那其实因为他心中已经另有答案了，他不愿意从神那边得到记号。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以赛亚这个先知就宣告了主耶稣这个预言。这个预言从7章的第14节有这样提到，他说：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有闺女要怀孕生子，他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跟这边有开始做连结。那我们后面还有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复习那救主耶稣他的降生的预言就跨了700多年。那实际耶稣降生的故事有一个很简短的描述，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0节，他这么说：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了婚，但是在成婚以前，玛利亚知道自己已经由圣灵怀了孕。在路加福音那边会讲得更详细马太福音跟路加有讲到耶稣降生的故事，或是之前的一个描述。那玛利亚当然心中非常忐忑，因为知道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跟他的名节有关，跟他的在乡里这边的这个人家的信任有关。那这个点这一节讲出了一个关键的重点，它是由圣灵怀孕的，不是一般透过人类的基因所产生的。第2段19节他说，他的未婚夫约瑟是一个很诚实、很正直的人他说不愿意公开羞辱他，却有意要秘密解除婚约。换句话说，玛利亚的命运在危险当中，因为原本已经要待嫁的女儿心突然间要被解约掉，那解约掉又怀了孩子，那怎么办？可能就身败名裂了，可能一生就永远抬不起头了。而且约瑟看起来是真的是很正人君子的，他知道这个玛利亚，她如果公开的宣布说这个婚姻无效，那他真的一生就毁掉了。所以他只是秘密解除婚约，只是说让玛利亚保持最后的尊严。但是峰回路转，约瑟正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圣经说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代约瑟，不要怕，尽管娶玛利亚做妻子，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
18节跟20节重复了2次，是圣灵怀孕而来的。换句话说，玛利亚完全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天主教把玛利亚称作圣母，也是因为她成了主耶稣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来到人类，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媒介管道。那这样的故事，加上以赛亚他所做的宣告，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他有这样做，直接把它跟以赛亚的连结出来的，在22节就这样说哈。马太福音22节，这个1章22节，他说这话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有童女将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就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哈。那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马太直接做见证说，耶稣降生，透过圣灵怀孕，让玛利亚生下他。啊，这个故事是跟以赛亚所说的产生了连结。那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降生这个奇妙的历程呢，前后已经有740年的历史。好，有预言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持续出现的啦。因为人类没有办法判断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所以常常有那些预言让人家觉得，有的是危言耸听，有的人是觉得哇恐怖，什么时候要发生，产生很大的恐惧感。我们这2年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最出名的一个预言家是哪里呢？是印度那一位，我们叫做神童，对不对哈？他讲一句话，大家都开始心惊胆跳，不知道讲什么时候要发生而且新闻还捕风捉影说真的发生了，哇，真的发生了。好，我们先不评论，我是说这些预言从古时候到现在都一直存在着。中国有很多出名的预言书有像什么推背图，有没有？有像刘伯温的什么雨灿呐，哇，写那些事情人家就把它连接起来，说原来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他讲的。还包括当时说，听说台湾出一个总统也是当时讲的，哇，好厉害，很神奇哈。好，我们不评论，我们把它说好，也许他的预言真的有他的原理在。不过重点在这里，通常我们听到的预言都是说后来要发生什么灾难，人类要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对人类的福祉或是人类的平安拯救，好像跟这个无关。通常比较多的就是恐惧、灾祸所以这样的预言不是很稀罕的。那有些事情是模糊的你自己去穿凿附会。比如说牧师说，我确定明年一定会有台风，一定会台湾一定有台风。那你也知道说牧师讲的应该多少会对，因为这个是经验法则嘛，对不对？不过我们看到以赛亚所说的这个预言就特别了。你当时讲得很仔细，说有一个童女还没出嫁，她要怀孕生子，这已经超乎人类的常识了，对不对？医学的原理了。第二个，他说他的王位要持续到永恒。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再一次强调的这个重要的救恩在这里。主耶稣的降生是确定由圣灵怀孕而生。再来，更重要的是，主耶稣的降生，他不只是成为人，因为透过玛利亚生下肉体之躯，主耶稣在世上活了33年半。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备了完全的神性跟人性。因为有神性，才显示他的特别。因为透过圣灵感孕，所以就跟人类的能力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了解耶稣的降生，一方面他成为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点比较英雄主义啦。那主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他的能力那么大，他干脆就好像旋风似的来到这个世界，好像从天上驾云而来也可以
像暴风一样过来呀，把一切的罪孽都扫除掉啦。这个也好像觉得很合理嘛，对不对？那耶稣为什么会出生在一个卑微的我们所说的马槽？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从拿撒勒一直移动到他的故乡约瑟的故乡伯利恒呢？其实好像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过重点在这里，是因为主耶稣卑微降生，是为了成为人，体验到人类所经历，曾经每一个人大部分人都经历到的，他的人性的软弱，人的困境，以及遇到所有的人类的挑战，七情六欲、病痛、哀伤，许多的苦难，因为他要亲自体会，所以他的拯救才是确实的，不是在空中的风的声音而已，而是实实在在跟我们同在的。所以在人性跟神性当中，我们从经文里面的爬书可以知道，比如说人性的部分，马太福音16章13节是耶稣跟这些门徒在谈话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一般说人子是谁？”他问说：“这一位从拿撒勒出来的这位老师，这位拉比，到底你们看是谁？”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比如说啊，这个夏牧师是谁呀？他故乡住在澎湖这样子。但是神借由西门彼得回答，16章16节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因为呈现了人性跟神性在这段对话当中展现了出来。那我们可以从刚刚读的经文去看见，上帝把神性跟人性完美的在耶稣身上展现。刚刚我们读了以赛亚书9章6节的前半段，他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我们看见说有一个婴儿，那就是玛利亚从一个怀胎10月生下来这位婴儿，抱在手边的，还很柔弱的，很可爱的。但是他又讲了说一个儿子，那儿子就不只是一个婴儿啊，对不对？儿子是表示说他展现出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他这边展现的有人性、人的本分，还有加上上帝的儿子这个神性的部分。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连接到说，主耶稣他的降生，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信他的人所确信的部分。基督降生，他是因为爱来降生。我们刚刚读了第2段经文说，约翰一书的4章9节，说上帝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个方法显示他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所以他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干嘛？我们得到真正的生命。我们常会讲说，为什么是独一的儿子？上帝能力那么大，40个、20个儿子不是更好吗？其实这个独一不是好像上帝真的只有一个儿子哈。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就只有一个独生子，他的独一的儿子的意思是说，就是上帝本身啊，上帝自己来了，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用人的方式，主耶稣呈现了。那既然只有上帝一个，那当然就是一个儿子啊。他唯一展示他没有任何选择的，是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他爱我们，让我们得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句经文呢，看到这几个重要的一个主耶稣降生的恩典。第一个，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出生，这样才能体会人类的苦难跟罪的困境。刚刚我提到了，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降生，但是为什么他用圣灵感孕来？为什么他有神性跟人性？他为什么要自己走上各个他的道路？为什么要
体会到人间的人情冷暖。他曾经被故乡的人把他赶出去，不欢迎他，对不对？他在会堂里面被人家骂走，因为他讲的福音跟他们传统讲的不一样。然后他被圣殿里面那些我们的那个宗教的领袖厌弃，甚至要准备要害他。耶稣走遍乡野，他自己说他没有枕头可以靠的，没有靠枕头的地方，没有一个好的舒适的环境可以睡，是因为主耶稣他要跟人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教会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里面，他有讲说，他降生成为我们的兄弟。也因为这样子，他知道唯一的办法，那就是要自己付上代价。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有这个神性，才有能力胜过死亡，有能力施下救恩，使世人得到救赎。所以人性是体验人类的困境，神性是他有办法超越人性的力量，人的力量，上帝的力量赢过人类本来要付出死亡的这一个代价，他付出了代价，把它展示了出来。第三点，上帝用这个方法显示他爱我们，显明上帝有能力爱，而且能完成救赎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降生，他因为有神性的能力，所以呢，他知道我们人必须付出这些罪的代价，他本身亲自来代替我们除去，就是代替我们的罪，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4章10节，他又重复这一句话，他说：“这就是爱了，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说没有廉价的恩典，是因为主耶稣他明明知道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他会领受到这样的救赎，但是一般人不知道所以每一个人在世人都犯罪的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要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都要付出代价。那这些代价，上帝不是用一种一笔勾销，好像吹个风，什么事情都解决了，而是他亲自代替亲自带我们来接受这个惩罚。那这个爱才从这边显示出来。就好像说你在银行欠的债，没有办法偿还，但是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因为爱你，我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的钱不必还了。”不是我跑去银行跟银行讲说：“把这个账面消除掉。”不是，而是我帮你还。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解去看见主耶稣付出代价的恩典跟爱是多大。所以呢，主耶稣他不是用能力抹除一切，用他的大能抹除一切，而是亲自付上代价，让爱不是口说的，不是廉价的。常常我们习惯会承诺一些东西，说这个事情没问题，我来解决。有时候我们在官场，对不对？我们在某一些生意的场合，他都可以打包票说没问题，我来解决。到最后你自己跑的这个焦头烂额，竟然他都没有帮你处理，他只是讲让你安慰的而已。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亲自把人类的罪担在他的身上，用十字架钉死，然后埋葬，然后3天复活，把这些人类所付的代价完全清偿掉了。今天我们的圣歌队唱了3首非常棒的诗歌那上个礼拜他们唱了一首歌，讲的就是这一段为爱降生。他怎么说呢？我们用这2句话来做结论。第一个，他说带着爱奉天父来差遣，
为那些相信他的人来到世上，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句话有2个重点哈，应该是说3个啦。他是带着爱，而且天父差遣的，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责任的。第2个，只要相信的人就有权柄，相信他的人会得到这个权柄，会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对我们信他的人的价值。他是成为你我生命的代偿，而且我们有这个权柄成为他的儿女。那第2段话说，他带着爱，奉天父差遣，怎么样？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换句话说，他要跟我们同甘共苦，他要体会我们人的软弱、困难、困境、缺乏，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你们不能够偿还，我来帮你偿还。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看见神独生子的荣耀，充满恩典，充满真理。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他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说，要把天上的上帝的爱从他身上展现出来。我们人类毕竟是一个3度空间的人物啊，我们只能看见实际看到的。那耶稣自己呈现在人类的面前，让人去感受到这位天父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爱中感受到这个爱不是以赛亚这个先知宣告一个故事，很奇妙的故事。2000年前耶稣降生也是个奇妙的故事，然后经过2000年来，许许多多奉他的名成为他的儿女的人，他们去经历到这样的事实，这样的救恩，这样的喜乐跟这样的平安。我希望我们的平安，上帝的平安也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因为简单来讲，它不是一个故事，它不是一个描述，它不是一个传说，它是力量一直在呈现。只要相信，你就得到。上个礼拜我们在座很多人有听到刘奇菊院长的见证，对不对？那我们从他的故事，你会发现到说，原来他的爸爸，他的祖先，就是因为在湖州那个地方生存不下去，看来就是我们说 loser 嘛，对不对？没地方生存呐，勉强听说南洋地方有地方可以讨生活，然后就跟着跑到那个马来西亚的东马的沙巴沙劳越那个地方。那当然没有什么本钱呐，也没有什么什么样的能力啊，所以当然是从苦力开始啊，做码头工人啊。那码头工人就是凭着你的那个身体的强度要去赚钱，所以产生那个争执啦、打架啦、抢地盘啦，这个都出来了。我的故乡在澎湖，很多人呢也曾经跑到高雄港去当码头工人。哇，那个地方真是龙蛇杂处的地方，你没有3两山哈，生存不下来。那打杀杀更是常常看见的。但是神奇妙，在这个平凡不过的家庭当中，借着他的妈妈持续的祷告，让这个家庭翻转。你不能说，好像这个很例外哦，独特的没有，是因为凡接受神成为救主的，成为上帝的，你就会经历到这些祝福。那这些祝福在许许多的见证当中，我们会看见，从你的亲朋好友当中信主耶稣的人看见，愿你我也一样领受到上帝借着独生子降临在这个世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领受这样的真理跟恩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哈，很温馨的诗歌，叫做《活出爱》。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活出爱，我们坐着唱哈，把你心中的感恩唱出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却看得见，
专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耶稣的爱。我们再唱一次，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感谢主，我们音乐继续。弟兄姐妹，好像这个圣诞节的活动，慢慢已经到民间比较属于世俗化的，吃大餐啦，玩派对啦，购礼物啦，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坏事啦，只要不狂欢、不伤害自己就好。但是基督徒特别要在这个很热闹的圣诞节当中，缤纷亮丽的布置当中，再一次回归我们的内心，跟神说：主啊，你这样降生的拯救跟生命力量，我要亲自得到。那个礼物是比世间的礼物完全不能相比的。这个拯救是要让我得着真正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生命得到拯救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你跟神说：主啊，你的降生，你的赐下生命，我要得到，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我要一生活在神的救恩当中。这个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得到力量的，得到祝福的。第二个，我们感谢主，在这2个礼拜当中，很多小组、很多团契举办了圣诞的餐会，或是我们的一个欢迎新朋友的一个聚会、福音聚会。我们求神亲自赐下恩典，让这些我们邀请来的贝斯，他们在某一个层面上领受到这个祝福，将福音的种子、主耶稣的救恩也临到他们这些我们的好朋友身上。第三个，主耶稣的救恩不只是我们心灵的力量，而是产生我们生命上的改变。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生命更充实，我们更喜乐、更平安。我们也为教会当中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为遇到困难、困境、人生的挑战，或是家庭遇到挑战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赐下改变的力量、祝福的力量、重新再起的力量。我们一起做这样的祷告，开口或不开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这位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强过在我们当中，你的喜乐在我们当中，你的平安也在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拯救、祝福是何等大、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能力。主啊，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样一生的力量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个步伐都有神特别的祝福。所以我们为这个圣诞餐会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将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身上，让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力量。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教会中变后的弟兄姐妹，求你让你得到医治，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心灵软弱一些困境的，求你亲自赐福给他们。感谢赞美主。谢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在一起，通过诗歌来更明确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意义。也透过圣经的话语，无论从先知所传扬的讯息，或是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主耶稣降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主耶稣活的生命，在每一个时代，要让这些相信的人得到改变，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祝福、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应许，
永恒存在着。因为我们确信得到新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在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也因为有这样的信仰，我们就活得更有力量，活得更有意义。求神似乎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还没信主的亲朋好友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领受最美好的礼物。求你似乎我们今天的聚会，每一个人都得到恩典回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再次，上帝爱世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生赐子给我们，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看肢体交通。第二点，再来这个礼拜五就是我们今年度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晚上8点，教会会举办2021年中祷告会。期盼所有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在这个当中去省思，也去感恩神在我们2021整年度的带领，那也为2022做一些展望。我们求神继续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脚步，带领教会，期待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前夕，我们用祷告的心来面对新的一年。下个礼拜是新
任长职跟首长的就任差派礼。第42期的中保代祷勇士在下个礼拜同时要举行祝福差派礼请同工自己注意。那当天第一堂礼拜结束以后，大约10点半，如果是第一次参加中保代祷的同工，请在教育中心对面1楼的大祷告室服事的说明。第5点，财务组报告。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天所以今天我们会关账，所以在今年度的奉献的部分，如果还要奉献的部分，请在今天做一个奉献之后的奉献就会归到下年度了那另外那个会计的簿册我们请在1月9号前送到办公室请各牧区、各团契或是各服事团队部分。好，那 OK， 好，我报告就到这里我们请牧师做补充。谢谢。我要来介绍新朋友，不过请同工将牧师讲到最后面那一个图片再提醒一次最后一个图片。我们今天很高兴有3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第一个是叫做吴佩景姐妹，来在这边来欢迎你，佩景姐妹来欢迎你。讲姐妹好像很老，不是的还很年轻，谢谢你请坐，请坐。那佩景姐妹呢？我们老一辈的弟兄姐妹比较认识啦她的外婆就是我们教会的叫做素昭姐，杨素昭姐在我们这边非常参与的基督徒在几年前过世，然后我们佩景姐妹她的妈妈就是素昭姐的女儿她不在我们教会，她在后甲教会。那今天特别邀了佩景姐妹来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圣诞节的赞美礼拜欢迎她常常有机会来跟我们更多的认识她大概属于社青这一级的啦感谢她，欢迎她来第2位是吕山琴姐妹，山琴姐妹在这边来欢迎你欢迎你，山琴姐妹欢迎你来参加。第3位是张伟忠弟兄，张伟忠先生伟忠弟兄他是北科研究所的自动控制所的学生那很高兴他是我们的冠青陈冠然大学同学了很高兴你来参加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看起来只有几位，其实我发现刚刚我在第1堂礼拜结束的时候去到主日学那边，发现哇，主日学那边场面比我们还大所以我发现原来很多新朋友都在那边，因为他带小朋友过去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圣诞儿童聚会，所以等于第1堂跟第2堂跨堂了所以他们有的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场参加礼拜所以感觉第2堂人数比较少一点。那我们看到那个图片这个图片就刚刚我们陈佑长老所介绍的我们在礼拜5的晚上，很多人喜欢去跨年，对不对但是我们教会很重视，就是在8点的时候，你还没有到那个歌星唱歌跨年那个倒数的时刻呢，你可以先来参加我们这个祷告会，因为要叫我们1年当中所得到的恩典跟祝福交给神，求神带领新的1年得到更多的喜乐跟平安那等一下我们信长长要不要再补充一下？等一下那个我先做几点报告，然后给信长长做介绍有关爱心午餐的事情了我做几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是说，我们原先呢有举办今天说要举办那个流感疫苗的注射，因为上个礼拜才通知，很多人没有登记，所以卫生局说好像才20-20个报名，大概没办法助战了所以他要把它延后一下，就是2个礼拜后1月9号也在我们这边设站。那我们鼓励呢家中他是50岁以上才免费，但是听说因为大家为了打新冠疫苗都忘了要打冬天的那个流感疫苗，说他可能会争取卫生局说全部开放
全部开放，就是说什么人只要登记就可以打。那我知道，现在慢慢有一点解封哈，有时候你口罩拿下来，或是到餐厅吃东西哈，流感就会悄悄跑上你身上，流感真的可大可小了哈，希望我们如果有打疫苗，可以来在9号那一天来参加，希望下个礼拜我们再给大家补登记一下哈，补登记一下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教育事工、培育事工的研习，大概会在春节过后哈。我们有门徒学校，我们期待我们在12号那天受洗的弟兄姐妹开始报名，有一个非常棒的门徒课程，让你了解整个圣经信仰哈。还有我们忧伤陪伴，还有离婚关怀的事工，在第6页，还有教育帮装备团队，有那个理财有道啦哈，书法班啦哈。还有那个出埃及记的英文查经啦，还有周末讲堂，都在我们的第6页。那再一次给他们等于给你们推销一下就对了哈。期待我们哈，我们是不是有人没有拿到那个圣诞节的口罩哈？你可以跟我们的同工拿一下。来，我们请新长长老再鼓吹一下啊，那爱心午餐跟书法班。各位兄姐平安，爱心午餐即日起哈。我们举办抽奖摸彩活动主要的因素就是说，上个月是感恩节，这个月是圣诞节。感恩节就是我们看到传教士因为从英国到美洲而受到人生地不熟，而且气候变迁产生瘟疫或是缺乏粮食等等的，然后他们受到印第安人的一个帮助以后，帮助他们将来种植还有捕鱼等等的活动而得丰收。等丰收了以后，他要感谢上帝。我们爱心午餐的感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从我们以前爱心午餐使用率1到150人，到现在到上个月是80个人左右。那到现在100人，我们目标是150位，也就是说，爱心午餐是一个事工，凡是神给我们的事工，我们很难说我要停办，这是我们的一个。但是，因为你的参加，给我们爱心午餐的志工很大很大的鼓励。我也希望借着爱心午餐，让我们1周里面，我们彼此要关怀、关心，还有去有喜乐。还有需要人家对我们的关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时间可以彼此应用最好的时间，不要因为圣灵充满聚会完了以后，马上就被打断了。这是爱心午餐的宗旨。请记住，你的参加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助力。以往第2堂的时候，往往料理菜色都不够，现在都有预备 stand by 在等候的。不信的话，你今天试试看。下个月元月23号我们摸彩，总共有3次的机会，不管你使用几餐，你的摸彩券换下去。听说我们长职非常支援这个活动，奖品也非常丰富，试试看你就知道了。第2件事情报告就是书法班春年活动在元月9号，我们传福音可以关怀的。传福音可以去用讲道传福音，但是书法班是用手写出神要我们的圣经话语来送给人家，由我们书法班老师谢福龙老师带领我们这一群哩哩啦啦的书法同工学生真的歪歪啊碎啊！不信的话也请你来试试看。元月9号在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富强教会1楼。欢迎你手起现场挥毫拜托你那我咧写的，阮学员咧写的时候，甲套一下。要回去以后标示起来，你会觉得它很拜雅但是很有艺术。以上报告，谢谢支持。我们起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一首圣诗一起来唱。
腾出领万邦，全地迎接君王，万民为主预备地方，宇宙万有歌唱，宇宙万有歌唱，宇宙万有歌唱。再一次来。普世奔腾出领万邦，全地迎接君王，全民为主预备地方，宇宙万有歌唱，宇宙万有歌唱，宇宙万有歌唱。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借着主耶稣的降生，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生经历恩典跟福气，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祝大家圣诞快乐哈！平安喜乐。我们记得，如果不赶时间，请到3楼，我们有爱餐哈，还有那个摸彩抽奖哦哈。好，大家平安，祝大家，谢谢。谢谢。